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啦。咁話咁快呢，就嚟到2025年嘅7月1號啦。咁就係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咁當中呢，市面上會提供一系列嘅優惠啦，同埋慶祝活動。咁呢條影片呢，都會介紹部分嘅優惠啦，而提供優惠嘅商戶呢，排名不分先後。咁而詳細嘅優惠會受條款同埋細則約束。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去返商戶去查詢詳細嘅優惠內容啦。又或者係點樣先至可以用到呢啲優惠嘅？好，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為咗慶祝7月1號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政府同埋社會各界推出一系列嘅特別優惠同埋活動，涵蓋公共交通、文化藝術、消閒、飲食同埋消費等等嘅範疇，一同歡度回歸。喺公共交通方面，市民可以喺7月1號至到3號免費乘搭全線嘅載客電車啦，而港鐵喺7月1號亦都將會以抽獎嘅形式送出71000份嘅電子單程票，並且會推出機場快線小童八達通同埋樂悠卡嘅乘車優惠。此外，市民亦都可以喺7月1號免費乘搭多條嘅渡輪航線，而其中部分嘅渡輪航線會預先派發乘船券嘅。另外喺文化藝術同埋消閒方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嘅多項收費嘅康樂文化設施，同埋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嘅香港濕地公園，將會喺7月1號免費開放。喺同一日呢，市民都可以免費參觀西九文化區嘅 M+ 博物館，而當中嘅標準門票就涵蓋所有嘅展覽，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所有專題展覽啦。另外就係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嘅12個項目，亦都將會由6月中至到7月初期間呢，就加開免費嘅導賞團，以及推出餐飲、消費同埋住宿優惠等等。喺飲食同埋消費方面呢，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嘅部分公眾街市都將會推出唔同嘅優惠，市民亦都可以喺7月1號至到7號呢，就透過本地魚菜直送嘅網店，又或者係手機應用程式，以7·1折去選購魚類統營處同埋蔬菜統營處嘅特定產品。另外，市民都可以喺7月1號到環境保護署綠在區區嘅社區回收網絡進行回收，當日可以獲得雙倍嘅綠賞積分。此外，預計都會有過千間嘅食肆同埋商戶會喺7月1號提供餐飲優惠。另外，山頂纜車、昂坪360同埋香港海洋公園等等都會推出套票或者係門票折扣優惠，而香港國際機場、香港科學園、各大商場同埋百貨公司都會提供購物、餐飲、消費同埋泊車優惠。而至於香港旅遊發展局將會同城中商戶合作，推出各種餐飲、購物、景點、旅遊同埋娛樂優惠。好啦，嗱咁剛才提及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範疇啦，咁思思然呢喺呢一度呢，基本整理翻頭先所講嘅資訊先。咁當中包括7月1號至到3號啦，咁就可以免費去乘搭全線載客電車，亦都即係可以免費搭叮叮啦。另外7月1號當日可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嘅尖沙咀去灣仔嘅航線。另外富裕小輪方面，中環至紅磡、北角至觀塘至啟德等等係會派發乘船券。另外7月1號生日嘅乘客呢，都可以免費乘搭指定嘅航線。而新渡輪方面，中環至長洲、中環至梅窩、北角至紅磡或九龍城都會派發乘船券。另外 MTR Mobile 手機應用程式會舉行抽獎，送出71000份嘅電子單程票啦。而另外3至11歲嘅小童憑小童八達通可以免費乘搭機場快線，而6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可以憑樂悠卡可以半價乘搭機場快線。另外6月中至7月初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嘅12個項目有提供不同嘅優惠。而另外7月1號當日香港濕地公園免費入場啦。另外就係可以免費使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嘅多項收費康樂設施。另外就係免費開放香港科學館同埋香港太空館嘅常設展覽。另外昂坪360小童同埋長者嘅來回標準纜車門票有200折優惠。另外山頂纜車優惠套票全日85折優惠。另外可以免費參觀西九文化區 M+
標準門票涵蓋所有嘅展覽，同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所有專題展覽。而另外西九文化區嘅指定餐飲同埋零售店鋪以電子支付呢，都可以享有指定嘅優惠。另外香港海洋公園可以享有成人門票嘅優惠啦，同埋熊貓商品嘅優惠。另外香港國際機場向旅客派發港幣20蚊嘅優惠券，可於機場內超過100間嘅商店同埋食肆使用。另外會作為夏季主題去宣傳香港盛夏派對嘅活動嘅一部分。香港旅遊發展局將會同城中商戶合作，推出各項以夏季為主題嘅餐飲、購物、景點、旅遊同埋娛樂優惠啦，讓市民同埋遊客喺全城享用。另外，食環署天幕街市、香港仔街市、荔灣街市同埋食環署冬日街市推出唔同嘅優惠。另外就係市民喺綠在區區嘅社區回收網絡進行回收呢，可以獲得雙倍66賞積分。另外，房委會轄下嘅商場入邊嘅共築創業家嘅店鋪呢，都會有優惠。另外，油塘大本營嘅型人會會員可以享有優惠啦，例如有贈品同埋免費泊車啦。另外，香港科學園內嘅唔同食肆就於指定嘅菜式或者係餐飲提供優惠，顧客可以喺手機應用程式領取電子餐飲優惠券，其中包括指定餐飲或者係食品7·1折。另外，亦都有消費金額免費泊車嘅優惠。另外，本地魚菜直送嘅網店或者係手機應用程式購買魚類統營處同埋蔬菜統營處嘅特定產品，可以享有7·1折嘅優惠。另外，唔同嘅商場都會有優惠啦，例如係數碼港商場啦，顧客凡於數碼港商場同日以指定電子付款嘅方式消費滿100蚊或者以上，就可以換取價值20蚊嘅餐飲禮券，以及享有免費泊車1小時。優惠先到先得，亦都受條款同埋細則約束。另外 D2 Place 首280名顧客同日以指定嘅電子付款方式喺入邊嘅任何商戶消費滿280蚊，可以選擇以下嘅其中一項優惠，例如係電影禮券1張以及餐飲套餐1份，又或者係快速汽車護理禮券1張。有關優惠受條款同埋細則約束。另外，港鐵商場方面，喺 MTR Mobile 手機應用程式嘅登記用戶喺指定嘅港鐵商場消費滿指定嘅金額，可以獲得電子優惠券。咁當然有關嘅優惠亦都會受條款同埋細則約束啦。咁按翻網上顯示呢，港鐵嘅商場就包括圓方啦、德福廣場啦、青衣城啦、Popcorn 啦、康城啦、維坊啦、The Southside 啦、杏花新城啦、綠楊坊啦、連理街啦、CityLink 啦、駿景廣場啦、海翠坊啦、新屯門商場啦、恒福商場等等。咁所以大家呢就需要留意手機應用程式入邊嘅官方嘅名單啦，同埋以手機應用程式入邊嘅內容為準。另外，裕華國貨同埋裕華保健坊顧客喺全線嘅裕華國貨或者係裕華保健坊購物淨價滿港幣300蚊呢，憑即日嘅發票可以獲贈現金購物券。此外，各部門嘅精選至抵貨品低至6折起，優惠詳情留意店內嘅海報。另外，有更加多嘅商場，包括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嘅會員旗下商場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官方網站去留意各商場嘅名單。咁當中包括嘅集團呢，例如係長江集團啦、華懋集團啦、英軍集團啦、恒隆地產啦、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啦、合和集團啦、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啦、新鴻基地產啦、信德集團啦、信和集團啦，同埋太古集團等等。咁上述嘅所有商戶優惠、商場設施同埋唔同集團嘅旗下商場等等，排名不分先後。咁同埋大家都可以留意官方嘅網址去瀏覽各項嘅優惠啦。咁最後，如果大家對於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嘅一系列嘅優惠同埋慶祝活動等等呢，想了解多啲呢，咁大家都可以去翻官方網頁去瀏覽更加多嘅資料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人頻道啦，讚好影片咁同埋分享影片呢，俾有需要嘅人睇。咁大家記住啦，嚟緊2025年7月1號就係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8週年。
當中會有一系列嘅優惠同埋慶祝活動會舉辦。咁大家呢就可以繼續支持本地消費啦，感受節日嘅氣氛，咁就促進本地嘅經濟發展。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